各位乡亲早早，欢迎收看今仔日10月14公司台记大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先开始，咱来关心咱的边境已经开放啊，边境封锁939天了后，昨昏开放。总统蔡英文昨下晡冒专工去桃园机场巡视，严格咱国内昨昏的本土病例也是有53000多例，国内疫情也是咧高关期。有医生就表示，因为即阵边境开放，外国即马阁有新的变种病毒 BF.7，嘛对咧即摆台湾，所以提醒民众日常生活防疫也是袂使放零。提前线上的花心情真好，因为疫情延后许久的这对新人报名开国门的第一团旅行团要去泰国佚佗。好不容易在上礼拜6结婚了，今天当然是要去度蜜月啦。最期待就是去吃冬阴功，还有去海边玩。很开心啦，第一次跟太太有机会出国旅游，可是算是我们第一次出国旅游。对，第一次出去玩。终于等到解封了，不用隔离。总算等到营队团出国，等下台湾免隔离的一天，旅客拢真欢喜。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苏贞昌下晡也到桃园机场，顺是开国门的第一天。机场的出入境状况，总统表示，国境解封代表一个新阶段开始，已经请相关单位做好各项准备，投入变经济。我要利用这个机会告诉我们国际上的好朋友，台湾准备好了，欢迎光临，邀请大家来台湾。总统发声要慢慢恢复到疫情进前一年1186万观光人次，这是美国贡献，将台湾列伫美国旅游指南分类第3级，不过日本、韩国拢是第1级，恐惊影响观光客来台意愿。他告诉他国人说，你到台湾的话，他会有隔离的问题。那但是我们现在今天开始，我们入境0+7就没有隔离的问题，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也跟这个外交部的这个北美司已经沟通过，那这个他们会请外管把我们现在已经没有隔离的这个状况，那告诉这个国务院。在国内疫情在边境解封第一天，各增加53356例本土个案，比顶一礼拜同一天提高14.9%，创一波Omicron BA.5疫情高日确诊数第1高的纪录。台大感染科医师李炳英分析，新冠肺炎病毒每3到6个月都有新的变种，即马台湾开国门，变种 BF.7一定入来。若要出国，可能机内底人侪所在拢是开传播病毒高风险地区。记者综合报道。边境解封啊！根据交通部观光局的统计，伫昨头一天就有20多个外国的旅游团，200多个外国观光客来咱台湾佚佗。头一团即摆咱台湾的是泰国的旅游团。那咱国内饭店的业者嘛表示，目前10月的订房有7成拢是外国的旅客，代表咱国内的观光市场真是有看看的回春啊！迎接边境解封了后，第一批来台湾的泰国旅行团，交通部观光局特别去接机，游客已经足想要食台湾的好食物啊。I want to try mala hot pot. Yeah, this is my first thing that I will do in Taiwan. I miss it so much. 我很喜欢台湾，我很喜欢台湾菜、台湾文化。我有很多台湾的朋友。对泰国来的网络红人是特别搬做放假的人物，要来台湾翕相，来台湾的行程，规18甲满。团客来台湾的第一天，北部地区先去9分啊，坐落来去野柳食海鲜，食饱了后一定要含女王头来翕相。为着迎接这国际旅客，5星的饭店是准备台湾的果子和糕啊，要让这旅客会当真难忘。从10月中旬开始呢，我们的订房其中有70%都是来自海外的观光客或者是商务旅客。国境开了之后，那在住房的部分的话，其实是慢慢的有看到复苏的力道。根据交通部观光局的统计，边境解封第一天，总共有20多团的外国旅行团，224个旅客，其中以泰国团上济，过来是日本东京和韩国的旅客。那旅客是算了真欢喜，观光产业也希望讲市场会当较紧恢复，生意较紧转来。记者综合报道。台积电公布第3季财务报告，合并营收大约是6100多亿，若扣掉税金，利润大约各有2800多亿，一股通赚10.83块，这是创下过一季的新高。另外，因为美国即马公布禁令，限制先进的半导体设备卖去中国。也毋过毛讲，台积电伫中国的工厂有1年的时间免受限制，所以台积电就表示，南家厂无受影响，所以生产拢会按照进度。
台积电13下晡召开发说会，并公布第3季财报，合并营收差不多6131.4亿，税后纯益是2808.7亿，这季增加18.5%，每一股盈余是10.83块，获利继续创下单季新高。Looking ahead to 2023, we face challenges from N3 ramp dilution, higher year-over-year increase in depreciation cost. 虽然获利继续创新高，不过由需求变化加设备延迟，台积电宣布要调降资本支出，为400至440亿美金减少至少40亿美金至360亿美金。若是外国媒体报道，韩国三星电子甲 SK 海力士有收到美国商务部正式通知，未来一年伫中国厂房设备会当维持正常生产。总裁韦铁嘉是讲，要得到1年的宽限期。中国南京厂扩厂依照规划进度伫进行。We will continue to closely monitor the situation to ensure that we are all in full compliance with all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 1年的豁免期到底有没有用？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不保证美国不会用其他的方式来卡你。现在台积电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可以做扩充的动作，没有错。后面都没有设备厂人帮你服务，那就代表说，其实你扩产，其实你还是很难扩产。台积电发说会前早盘股价捌中回400块，上悬来到403块，出现发税行情。不过尾盘变乌，中场让2块半，0.63%，收伫395块，佫创下波段新低。伫台积电无强，国家金融团散卖压震荡，台股大量抬价，盘中最低落到12809.43点，中场是让270.51点，收伫12810.73点，佫创下将近2年的新低。成交金额是2080亿。分析师认为，最近国际油价有小可较落，不过美国9月份的 CPI 核心物价也是真悬，若做美股继续有起落，也是会影响到台股以后的表现。记者综合报道。那两岸局势有紧张，到底安怎算是引起战争？国防部长邱国正进前有表示，中国的无人机飞入咱的领空，会使当作是来起无空，算是一款攻击。那国防部伫昨昏阁进一步解释讲，中国任何的飞航实体入侵咱台湾的领空，经过公布也是唔走硬要入来，咱就会当甲拍落来。嘛授权予前线的部队来认定。也毋过有人认为讲，那安尼生前线的大头会变真重。两岸情势紧张，先出手的定义搁再讨论。较早是以飞弹炮击当作是先出手。国防部长邱国正针对中共加强对台军事威胁，加航空器进入领空嘛算在内。国防部13进一步说明，共军它的任何飞航实体的侵入，经过广播示警，能强行进入我的领空，或者是外岛的限制空域的时候，将视同为其对我的第一击。面对对方先出手安怎处理，又向下指令，国防部表示授权第一线的部队处理。不过外界烦恼前线部队责任搁较重。学者分析，国军定义先出手，就是应对中共挑故意掠准无明确的定义来扰乱，无排除无人机扰乱会真数常，国军需要快速反应。他来的非常迅速，他可能来一下绕一圈就走，但他已经可能拍到了很多这个画面哦。那对他来说，他已经达到他这个袭扰的那个目的。那所以你这个他如果能够这个很有效率的这个立刻加以处置呢，其实这个对于国军官兵来说，能够立刻排除这样的相关的这种威胁。兵役改革嘛，赶紧爱做。邱国正进前讲，由民转兵1年时间会当训练合格战斗兵。可见国防部对兵役延长到1年有伫拍算。外界关心完成4个月军事训练役，未来是不是爱搁补充兵役？役期的调整阶段还没有完全的正式定案。那么当然，如果定案以后，刚刚谈到的4个月已经服过军事训练役的这些人，需不需要补充兵役？昨天部长在立法院也讲得非常清楚。依照目前的初步的规划，是没有补充兵役的这个问题。针对特斯拉电动车有资源记录，国军回应：民国108年12月，配合政府环保节能政策过尾，目前有7台做行政运输，车顶的镜头、自动导航拢有管控，营区内外拢会关起来。记者综合报道。
美国拜登政府有发布国家安全战略，讲未来10年，中国是美国唯一有威胁的对手，嘛讲到会帮助台湾做好防卫。咱外交部长是表示，2023年美国国防授权法案修正案已经有甲美国参议院的台湾政策法内底甲安全有关的条文拢放入去啊。拜登政府伫美国时间10日发布任内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文件，强调中国是上大的地缘政治挑战，要阻止俄罗斯的核武威胁，同时爱围堵伊朗的军事扩张。佮表示对以色列的安全承诺。The PRC's assertiveness at home and abroad is advancing an illiberal vision across economic, political, security, and technological realms in competition with the West. It is the only competitor with both the intent to reshape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growing capacity to do it. 这份国家安全战略文件也讲到台湾，内容表示，美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反对任何一边单方面改变现状。美国无支持台湾独立，继续遵循台湾关系法承诺台湾自我防卫来抵抗武力。另外，美国参议院11点开2023年度国防授权法案 NDAA 辩论。外交部表示，美国参议院台湾政策法当中的安全相关条文，大部分已经纳入 NDAA 参议版修正案。透过这部法案来解决我们现在所面临在国防上面的问题，比如说是武器的尽数取得，怎么样去因应中国的灰色地带的一些威胁啊，或者是怎么样提升台湾的不对称战力。所以这些相关的具体做法，我们也会再跟美国国会的朋友继续的讨论。针对美国众议员薛曼基台邀请外交部长吴钊燮出席众议外交委员会听证，外交部表示感谢，也讲吴钊燮会继续透过专访出席地课顶，甲美国政策款活动，以台照多元方式甲美国各界交流。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天气，今日各地同款是早暗较凉冷。伫遮方面的北部、东北部熬落雨，气象局早起嘛有针对4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咱同齐来看分图。今日桃园以北、东北部、恒春半岛会落雨，遮方面的北部、东北部会上大雨。气象局早起有针对湘北、基隆、甲宜兰4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另外，三卡风台按算伫今仔日的形成，也毋过对咱台湾无直接的影响。按过明仔载，咱会受外围水汽的影响，雨会变搁较粗。礼拜2甲拜1，恐惊雨会愈来愈粗，爱细致做大水。礼拜1，高雨量空气会到位，到时北台湾低温会落到剩16度。6月至9月是印度抑个尼泊尔黄霜雨季，今年这场大雨已经落到10月啊，拢也袂停，嘛造成当地咧做水灾。印度的北部有上百个庄仔头做大水，有10万人受影响，目前已经知影有18个人过往。另外，尼泊尔的南部嘛因为落大水雨，造成水崩山咧做大水，已经知影有35个人死亡。居民抱囡仔冒险撩水，部分所在已经看无路面，敢会当靠船往回。印度北方的北方邦，这几天因为连续落雨，煞严重做大水，灾区拢总10万人受影响。यहाँ सर बहुत पानी बहुत जांग भर गया है, घर में खाने पीने के लिए बहुत दिक्कत है, पस पई है, सब बहुत भूखे मर रहे हैं, भूसा कुसा सब भीज गया, गल्ला पात भी भीज गया है。大水已经影响上百个庄仔头，至少18人不幸雨水都市也是电死。当地政府派出救援队紧急搜救，不过大水唔若摧毁民众工园，水泥瓦甲豆仔类这农作物嘛受波及，收成可能会减少。进一步也造成印度国内食物大起，持续淡湿的天气也引起电解热这疾病。सारे में यहाँ पे मच्छर डेंगू फैल रहा है सबके लिए, यहाँ पे कोई नगर पालिका की तरफ से कोई ध्यान नहीं है。隔壁的尼泊尔南部挨近印度的巴迪亚县，同款受到大雨的影响，连续落雨唔若伫尼泊尔山区带来大水，佮引起土石流。हिजोदेखि खानापिना खाएको छैन, बस्ने ठाउँ पनि छैन, छोरा बुहारी स्वास्थ्य कहाँ छन् म बेपत्ता छौँ। हिजोदेखि बारिस आएर खानाको पनि पत्ता छैन, बस्नको पनि पत्ता छैन, के गर्ने हामी।目前已经知影有35个人死亡，几60人失踪。虽上印度甲尼泊尔6月至9月拢是雨季，不过今年一直到10月中，两国拢也搁伫落雨。环保人士是怀疑气候变迁才会致使天气无正常，嘛互当地居民拄到较早毋捌拄到的危险。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
咱的边境已经解封，即马驻车站还有诊所嘛出现一寡民众专工走去做新配方的预防车。医生就表示，有一寡是准备要出国的民众，有一寡是烦恼讲开放边境了后，疫情会加悬的民众。另外，日本开放边境了后，有做过3档预防车的，就会使直接去日本。也毋过日本即马也无承认咱的高端预防车。医生指挥中心是表示，咱会继续和日本参详。驻车站一透早就一堆民众伫遮排队，准备要做第4档的预防车。13国境解封，真侪民众是烦恼讲较会袂着，想要做次世代疫苗。就是怎么好像又放人进来，然后我觉得会怕，然后想说有就赶快来打这样。开放是政府他没有考虑到百姓会紧张，一定很多人会紧张的。OK， 我相信你会紧张的。台中文心公园驻车站的工作人员讲，现场是提供各种疫苗做伙做，但是目的是上侪人做的，逐工干那提供100剂，随到随做。意思讲，国内疫情是还袂较好，最近因为BA.5疫情开始拖，真侪亲种族离第3档做的时间已经超过半年，抗体无够。想要做的人是比65岁以上的族群明显较侪。现在目前，第一个还没有确诊的民众。第二个，抗体的量不足的，纷纷在确诊，而且看目前这个趋势还是没有办法平缓下来。医生讲，按算国境解封了后，做的人是比较早是加2成到3成。虽然讲第4档嘛是会当做其他的疫苗，但是次世代疫苗对变异株的效果较好。13了后，台湾开始做边境检疫0+7，但是民众去日本爱注满3剂的疫苗，而且是爱日本承认的新冠疫苗才会当入境。然后任何一档是做高端的民众，都要家己开钱做 PCR。指挥中心讲，这个部分嘛一直拢在和日本讨论。并不是不能进去了哈。那至于说沟通的部分，我们还是持续都有一直在沟通哈。高端公司嘛发3点声明，强调讲高端已经是台湾正式受 EUA 疫苗，嘛已经配合台日政府来继续协商，强调会对摕到国际认证的目标继续努力。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已经开放边境，入境是改做0+7，也毋过台商敢要回乡，有一寡人也是有一寡丢毒。真侪台商因为疫情的关系，已经2、3档拢无转来台湾啊。毋过即马中华的回零基本有较少，而且台湾甲中国验 CT 值的标准佫无同。咱台湾较冷，中国较严。有时阵伫台湾算阴性，也毋过去中国验却变阳性，这拢是台商的困扰。台湾入境解封0+7开始实施，伫中国的台商原来真赞同，计划最近也是明年春节返来台湾团圆。毋过因为目前两岸敢若剩往回桃园到上海、成都、厦门、北京，也有高雄、上山往回厦门航点，有台商反映，两岸往来航班架次、航点缩小，而且两岸对新冠检测的标准无同，对因回乡的最后一里路带来无确定性。以前的航点多，现在这4个点的话，近期如果双方没有协商的话，不可能有开放。对台东来讲，只是回去比较没有隔离的因素在，其他机票贵。台湾 CT 值是30，就已经达标了，不算是新冠。来到大陆的话，你 CT 值是超过30，就会被送到隔离所去隔离。这觉得还是相关部门要跟大陆相关部门来做一些沟通。面对台商关心两岸航班议题，刘伟辉表示，两岸航班飞航爱日方甲咱方民航部门许可，未来航点复航必须都爱双方互相配合，双方会进行必要的沟通，若做有具体的进展，会赶紧对外公开。考量我方目前仍然有入境总额管制管控，为保障国人优先从海外返国的权益，开放陆客来台观光并非优先的项目。若是港澳入境规定已经放零做观光以外，拢会当申请入境，毋过会随时变动检讨。配合指挥中心调降全球旅游疫情建议为第2级的警示，刘伟辉嘛调降中港澳旅游警示灯号是黄灯。外界关心小三通重开的时间点，刘伟辉声明会适时重开，这日通航时会当做的做法。毋过强调选举毋是小三通重开的考虑因素。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上要紧，甲乡亲同齐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6亿2千万例，死亡人数有655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是新增加53421例，目前咱台湾这阵总病例数加共已经超过700万例。日本是超过2100万例，韩国超过2500万例。目前全世界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法国。美国是9800万例，印度4400万例，法国3600万例，英国是2300万例。继续关心俄乌战事上新的发展。乌克兰收复赫尔松这个所在，不过这个所在俄罗斯才拄才拍落来尔，而且阁有任命新的州长。州长是呼吁百姓要赶紧撤离。这场战事继续咧对下，昨昏俄罗斯阁轰炸乌克兰超过40个城镇。AR3前面甚至是弹药，这乌克兰士兵咧检查一个俄军撤走了后留落战俘，原本互俄军占领的赫尔松有部分收复。乌克兰12则表示，佮夺回南部5个据点。克里姆林宫任命的赫尔松州长萨尔多13建议居民撤离。Так и получается, ежедневно ракетным ударам подвергаются города. Организовать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выезда в другие регион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для отдыха и учебы херсонских семей. В первую очередь это для жителей правобережья. 在配到伊赫尔松的居民上紧14会到俄罗斯的罗斯托夫地区，暗过萨尔多发布消息无偌久，副州长斯特德莫索夫发声明表示，即马无也无可能有撤离行动。赫尔松是俄罗斯最近占领伫战略上上重要的地区，不只是控制通向克里米亚半岛唯一陆地，也要控制将乌克兰分两边长2200公里的第聂伯河河口。10月初，乌军冲破这防线，是战争以来在南部上大进展，也切断俄军补给甲可能逃亡路线。Тому дуже боляче дивитися на місце, де пройшло твоє дитинство, життя, взагалі просто пусто, боляче. 不过，基辅当局伫南部甲东部被兼并地区的反攻是登赴，俄军继续加强前线攻击。13继续对乌克兰数十个城镇轰炸，其中南部的港市尼古拉耶夫受创上惨重。这11岁查甫囡仔受困伫土石堆下骹6点钟，成功被救出来。北约当时宣布加强欧洲防空计划。莫斯科表示，对基辅国较侪军员只是互北约伫冲突当中。公司新闻黄文玲朋友。继续关心发生伫2018年美国佛州帕克兰中学的枪击案。这场枪击案造成17个人死亡，17个人受伤。凶手即马无奉判死刑，因为陪审团是判伊爱关1世人。真侪被害者的家属听到这个判决，拢无法度接受，批评杀害17条人命竟然唔免死。法官宣布陪审团判决被告凶手克鲁兹无什么表情，不过被害者家属拢抬头表示唔敢相信。这发生伫2018年2月14情人节这一天，美国佛州帕克兰中学的枪击案造成14个学生甲3个教职员死亡，也有17人受伤的惨剧。迄一年19岁凶手多月一死，陪审团决定判处伊终身监禁，袂当假释。One or more individual jurors find that one or more mitigating circumstances was established by the greater weight of the evidence. Yes. We, the jury, unanimously find that the aggravating factors that were proven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outweigh the mitigating circumstances. No. 陪审团伫经过1天的讨论了后，决定判处即马24岁克鲁兹无期徒刑，因为死刑建议按陪审团无异议全部通过。12个陪审团当中，当然存在判刑因素，不过至少1人以上认为有一寡减刑因素。受害者家属对安尼结果批评陪审团判决错误。I am so beyond disappointed and frustrated with this outcome. I do not understand. I just don't understand this. I'm just completely devastated and shocked by this verdict to me. What it says to me, what it says to my family, what it says to the other families is that his life meant more than the 17 that were murdered and the 17 that were shot.
检方提供的证据证明是有谋犯案，目标至少杀害20人。按过辩护律师将克鲁兹讲是一个伊那时代和妈妈啉酒甲滥用药物毒害精神病人。经过3个月审判，法官要伫11月7日正式宣判。公视新闻陈慧仁报道。根据外国媒体报道，北韩10日向黄海射长程飞弹，会当拍到2000公里外的目标。日本甲南韩的专家即马拢认为讲，北韩的武器研发有可能已经有真大的进展，若威胁性会比英国更加吃力。北韩官方媒体公布的相片显示，这型巡弋飞弹是由机动车两座平台集成发射任务。北韩人民军的战略火箭部队大部分飞弹拢是弹道飞弹，包含进前飞过日本领空的飞弹，拢用火车来号名。巡弋飞弹是号名做金车。外界目前已经知影北韩巡弋飞弹射程拢伫300公里以下。即摆试射的巡弋飞弹金车4号，那确亲像北韩所讲，射程有2000公里，是北韩飞弹战略一大突破。外电引用消息来源指出，巡弋飛彈伫朝鮮半島西邊黃海海域用8字形飛2點鐘50分過34秒。いわゆる反撃能力も含めてあらゆる選択肢を排除せず、現実的に検討し、防衛力の基本的な強化に取り組んでまいりたい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ているところで。北韓的飛彈協部戰略發展甲中國甲俄羅斯等東歐國家攏有關係。為外形甲性能這資料來看，即擺號稱會有2000公里的金車4號，差不多相當俄羅斯的3M54型外號口徑的巡弋飛彈。除了飛彈射程包含西太平洋各國，那北韓確實做出微型化核彈頭安裝佇金車4號，或者是其他彈道飛彈頂懸，一定衝擊東北亞的戰略平衡。公視新聞時間前報道。今仔日國際上還有啥物大代誌？甲鄉親咱同齊來看世界。俄羅斯和德國之間的北溪1號、北溪2號天然氣管線因為破空，即馬正在調查。嚴格俄羅斯防擺渡在外，這是引起俄羅斯不滿，向德國、丹麥甲瑞典表達抗議。來關心美國9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是8.2%，聯準會佇今年剩2屆例會有可能會繼續調高利息。那即馬一票換美金是跋到1990年以來上低，一塊美金通換147.67塊一票。來關心英國政府佇今仔日對國內35間寬頻抑個行動網絡的業者，和中國的電信大公司華為發出正式的通知，要求佇2027年年底要甲華為對英國5G的公共網絡全部移除。鏡頭轉來國內來關心內政部通過大巨蛋排演的測試審查，按算佇明年6月份就當完工。台北市長郭文哲真正是批評內政部超故意的拖時間，害大巨蛋的審查已經審1年外攏無消無息。內政部是批評台北市政府對審查無要無緊，嘛呼籲台北市政府莫替遠雄講話，要以地方政府的角度來監督。大巨蛋公防戰軍甲內政部處長花建群認為，台北市府對大巨蛋的審查關懷無夠，批評台北市府暗砍。台北市長郭文哲無咧軟，回嗆花建群。為什麼台北市政府一直是站在遠雄公司的角度在說話，而不是站在一個地方消防主管機關或建管主管機關的立場在要求？申請過了，拿到同意書才來台北市政府再申請那個建造變更。我們如果派很多人去才是奇怪，真的，就變成我們在護航要幹什麼？你要擋就勇敢的說你要擋就好，何必再解釋來解釋去的？內政部長徐國勇表示，內政部審查同意排演測試方法，相關單位應該趕緊處理。若過程佫延前，恐嚇無一定會喺明年6月啟用。大巨蛋審查為中央甲地方論戰，看甲台北市長的選情焦點，佫引起立委論戰。案子送進去1年多，如果要有問題，應該早點提出來。那這1年多為什麼沒有審？那是不是卡台北市？那我講市民都看在眼裡。大家市民所關心的一個政務，把它當作一個口水來這樣子玩文字遊戲，我想不是一個政府應該有的態度。我想市政府也應該要這樣子嚴正的看這件事情。蔣萬安市長炮口對準審計部報告的高端5大缺失，批評陳市長公開透明是騙人口戶。陳時中當時一直狡辯說疫苗採購資料是保存30年，審計部就是直接證實，他就是
保密封存30年。所以陈时中他所讲的，不管是公开透明或是抗中保台，都是欺骗人的口号。蒋万安进前捌伫节目将对手比作做红酒甲西瓜，互人批评不法对手蒋万安澄清题目是要比作做物品，才会直接反映。记者综合报道。那根据台北市主计总处的统计，伫咧厝价真悬的台北市，厝税指数嘛是逐年咧增加。有真侪来台北读册食头路的少年家，因为厝税悬，日子歹过。嘛有真侪台北市民嘛拄着税厝的需求。那居住正义大的问题，伫即届的台北市长选战，参选人有提出什么款的政策？咱同齐来了解。李小姐结束一天的工课，回去伊睡伫捷运上山站附近的厝，拍开大门，要先爬6层楼。本身是台北人的李小姐离开厝内独立生活，但是伊的月俸根本缴袂到台北市的厝价，为着省钱，因当中4个朋友一个月开28000块的厝税，所以这间楼顶买另外大的，伊家己负担4000块。它的大小就只有4坪这样子，只摆得下衣柜跟床，然后有一个对外窗，很小。这种楼顶买另外大违法建筑，台北市真济，居住条件通常较歹。李小姐讲，会使用28000税到这款的厝，已经真好运。我工作是需要开车的，所以就是我在这边的车位也是4000块。上课结束，丁小姐返来到伊住伫咧新北市蘆洲的套房，这间套房6平左右，每个月9500块厝税，离伊的学校台北市国立师范大学真远，这拢是为着较好的居住品质。迄当阵我会租这间，就是因为遮的浴室较大间，因为讲，我进前住的所在就敢若一个洗手台、一个马桶，就安尼，遮就是会当看到，就是各有所在通行。伫厝内至少有骹路通行，真做为婚林到台北读册的丁小姐小小的愿望。根据伊的经验，伫书台附近想要住较舒适，租金上无爱1万块以上。敢有亲像你咧睡厝的？嘛是有，啊，毋过因拢住伫咧较贵的所在。差不多偌济啊？1万块11000的款哦。经济能力不高的上北学生族群，也是买不起厝的台北少年人，拢需要税厝。不过台北市厝税悬，而且根据台北市主计处的统计，租金指数伫这10年期间，以0.5%到1%的速度逐年提悬。推动居住正义的团体甚至认为，是这种恐无政府统计遐尼乐观。地方政府要解决厝税的问题，去社会主体是一种方式。第一期拢买袂起厝嘛。所以就是愈来愈侪人下就是用税厝嘛，愿意把伊的厝摕出来租的厝头家，并无增加，市场无提供，咱政府来提供。台北市长选战上竞争的三卡都，嘛拢提出政见要解决居住问题。民进党陈时中讲，社会主体伫4档内要达到57000户的目标，而且租金嘛要降。你用什么方式这么有效的可以被盖出来？标数就把它定好来。换句话说，不但是要管理我自己，也要让市府的整个跟议会里面明白，这是我们的政策，就是要达到目标。无党一黄珊珊提出未来体政策，说未来体20档以上有机会会使摕到地上权，而且过去纳的租金真侪投机款。社会主体的量有够啊，你较有可能来做。未来才是18年后的事。但是你从要现在开始做规划，不会影响我们推动社宅，这2个应该是可以齐头并行。国民党蒋万安提出千金换居政策，互时代带入新的社会主体。原有的老公寓整理了后，配合互少年人住。你叫时代人老人搬厝，伊就无爱愿意的啦，因为习惯这个所在吧。我们并没有离开原本熟悉的环境，让他们感受到环境对他们的生活是全面的提升。OURS 认为，大家参选人的政见方向拢真好，但是执行上会拄到困难也袂少。而且现主时税厝族群，佮拄到税厝乌市的问题，厝主无报税，无愿意互厝卡入户籍。地方中央政府提供任何补助，厝卡可能拢摕袂到。政府也无法度知影厝税咧起的实际状况，拢是有待地方佮中央政府做阵来解决的。记者郭文祥随丹报道台北采访报道。
另外消息，咱来关心，咱台湾大约有200万人有偏头风、便秘头及疼款症头。有医生即马是表示，偏头风毋是单纯一款症头尔，请在食止疼药啊，病情有可能会愈重，所以是建议民众爱去找神经内科做检查。那一开始头痛，我几乎是躺着的，不能动。我刚开始是吃普拿疼，吃8颗。今年57岁的麦小姐头疼问题已经30年，进前偏头疼夹起来时，根本无法度做代志。落尾知影有头疼门诊，伫医师诊断之下，开始使用预防性的口服药物、注射等等。由于进前逐工头疼，降到即马每个月疼4摆，生活大大改善。小朋友的3餐啊，家里的料理我都可以，一切正常，不像以前就是没有办法做这一些事情。医师表示，真侪民众会误会偏头疼，敢若是一种症头，其实偏头疼嘛是一种疾病。民众拄着偏头疼，定定拢食止疼药啊来解决，但是长期可能造成反效果，建议应该找医生以预防性的药物等等来做专业处理。而且医师最近也观察到，新冠肺炎会致使偏头疼更加严重。不少病人打了疫苗以后，他暂时性的头痛会变坏。那另外一个是染疫以后，也发现有些病人的头痛会变坏。那大致上呢，都是在染疫的时候到染疫之后大概2-3周之内，大部分人会发现他的头痛的频率或程度增加，那吃药效果也变得比较不好。医师表示，会使透过1、2、3口诀来防治偏头疼。每礼拜头疼超过1摆，就要看神经内科。每礼拜食止疼药超过2天，可能让头疼变严重。会使透过运动、放轻松、预防性药物3种方法来预防。记者郭鸟水台北报道。电影上头来去合欢山，合欢山伫2019年有摕到国际暗空协会认证，尾也伫遐嘛有设暗空公园，嘛有咧做防治光害。根据研究团队表示，若即马天气观测的品质有明显改善。电火关较暗的这优先的点头嘛，对去年52间，伫今年已经增加到72间，所以即马伫遐看天气的品质已经愈来愈好。点点的星光伫天边看起来水当当。南投合欢山暗空公园伫2019年8月得到国际暗空协会认证，叫做亚洲第3座暗空公园。南投县府甲当地团体致力检测公害，暨南大学的研究团队经过4年检测，品质有明显的改善。我们分析了过去29笔的一些资料哈，在这4年里面，那总共有7个点，它的星空品质是有显著而且这个大幅的改善的。友善灯具的一个使用，是不是有持续在做星空礼仪的一个宣传？这个可能就是未来我们慢慢的更要加重的一些工作。根据研究报告，暗空公园内底有12个观测点，为2019年到2022年观测，发现包含烟峰甲合欢山总顶有7个点的星空品质有明显改善。清境在地团体表示，除了检查周边加装灯塔，也甲当地点头推动星空友善公约，按算今年会增加到72间。当初推动暗空公园星空守护联盟创办人刘志安指出，看到不只是观光成效，个人检测公害对生态冲击。台湾的光害问题不是不能看到星星的问题而已，而是我们有很多的农作物是受到光害影响，我们的生态环境也是受到光害影响的。透过这样的一个自治条例可以来维护整个星空的品质。县府表示，暗空公园管理自治条例今年6月3度通过，伫园区内底停车超过3分钟，都要关所有对外公园，若无会罚1000块。环保局也草拟公害管制自治条例，一方面设定光敏感区，也对公害管制标准甲测量方法定出明确的开发标准，确保暗空公园的品质。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来看，教育部有推出计划，鼓励少年家用旅游旅行的方式去体验文化，去感受在地，去认识家己。有参加这个活动、这个计划的一个少年家黄玉婷，嘛甲2个朋友同齐去内蒙古学音乐。明仔载暗7点半，青春咱的网节目，咱要对因的脚步来看因的故事。这是位蒙古西部阿尼泰山脉呼麦的演唱，表演者模仿自然界声音，透过拿喉缩环，同一个时间唱出2种声音，完美呈现高原大北的气势。王力就去互这个声音深深感动，
算算的，伊用13个月的时间去内蒙古拜师学艺，完成梦想了后，也倒来台湾推广这个特殊的音乐。这个声音到底要安怎发出来？阮就开始伫咧学，家己练啊，家己去网络顶面找资料，安怎学拢无成。迄阵有一点仔人讲爱着较惨死。教育部为着鼓励青年以优势体验等等的方式，甲台湾各地人文社会深入互动交流，举办走找感动地图实践计划。后年着嘛，甲两个朋友做伙以行道的方式，用音乐甲各地青年团队交流，透过因的分享甲演出，互更较侪人了解游牧音乐迷人所在。因即运呢，因去实践的方式无共款啊，嘿，因会想要行出去，想要找更较侪连接。啊，共款啊，虽然讲咱无一定因即阵一定爱找一个所在的点落，但是伊会透过这个方式去连接真侪所在。这座300多公里顺梦的轨道，沿路拄到的车份人，因用无共款的方式，甲因加油，甲因鼓励。做伙去的好中准，嘛有无共款的体会。我看到遮侪人因咧讲因家己住的所在时阵，目睭的迄种闪闪冰冰的迄种眼神，我就感觉足幸幸，因住的所在会当互因有遮大的力量，做因想要做的代志。行出4、4箍仔，是一种分享，得到的嘛真济。心内毋望音乐甲文化会当结合，因一步一步豆豆拍拼，路途虽然辛苦，毋过算是勇气上好的见证。记者罗秉柱、梁新维综合报道。食薰伤害健康，若二手薰嘛会造成空气污染。剥薰了后的薰头乌白蛋，佫会影响环境。即马伫印度有一间专门咧回收薰头，搁再利用的工厂，加注本互当作粪扫的薰头，即马会使变作肥料、再生纸，甚至是囡仔咧耍的佚佗红仔。但甲世界拢是的薰杂仔，互街仔路看起来真垃圾。但是看到印度生理人古塔的简内，这个薰杂仔毋是粪扫，其实是真有路用的宝贝。Whatever materials that we collect, we process and recycle all the cigarette waste here at our factory. 古塔伫印度北部工业发展区诺伊达的工厂，是专门伫回收再利用薰杂仔的工厂。工人会将收集来的薰杂仔拆开，分做3个部分。烟草加做薰了后，会当用来做种花草的天然肥料。薰杂仔的纸嘛会用来经过处理，用来做再生纸甲其他纸类的产品。另外，包伫纸内面用来过滤粉的焦油，看起来敢若海绵的物件，其实是一种叫做醋酸纤维的化学材料。这种化学材料需要10年以上才会当分解，对环境会造成真大的危害。但是即马经过处理加工了后，竟然会当代替棉啊，用来煎伫布红啊、枕头，也是其他产品的内面，互人讨厌的薰杂仔变做囡仔上介意的布红啊。इससे ये काम हम इसलिए करते हैं कि एक तो हमारा जो पर्यावरण है वो भी साफ सुथरा रहता है, बाहर की गंदगी साफ हो जाती है और हमारे तो पैसे भी बन जाते हैं。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资料，伫印度食薰的人口有差不多2亿6700万人，每天所产生的薰杂仔的量是非常惊人的。这间薰杂仔回收工厂的头家古塔讲，因即马每天会收集超过1000公斤的薰杂仔，希望未来规模会当继续扩大。记者甘延年编译。同齐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早暗较凉冷，若北部甲东北部高度雨。气象局伫早起嘛有针对4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另外，台南以北、东半部甲恒春半岛甲澎湖、金门、马祖伫今仔日有可能会透强风，有8级至10级，所以伫附近的海域嘛有可能会起大影，乡亲爱细致。同齐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26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有31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32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有30度。外岛是21度至29度。继续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
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乡亲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